直播测试，结果遇到那个网络故障，连那个第四台的影片、电视节目都不能看呢。用 OBS 作为系统，使用 OBS 程式，叫做 OBS 程式荧幕录影、荧幕直播程式。到场开班会上课也可以用笔记型电脑，然后用荧幕直播。笔记型电脑可以接那个摄影机，有声音有影像进来，有透过节气卡收现场的影像声音，然后还可以荧幕上加那个方块文字啊、图片啊，就提供场景啊，来自视窗的、来自网页的，或者是来自摄影机的场景的，要命名，要做设定。OBS 搜寻下载 OBS Studio，OBS 空格 Studio 工作室，搜寻 OBS 空格 Studio，去找到那个有中文的说明了。下载以后安装设定，第一次设定选我只会使用虚拟相机，这样就可以用那个荧幕直播，荧幕看到了画面呢，看资料夹、看档案啊，看网页啊，看影片啊，读经影片啊，透过 Windows Media Player 播放清单产生播放清单，会一直播放下去，配合24小时直播。但是笔记型电脑都开着，要防过热了，防火灾，等等的，注意安全。